随着年关的接近，警察人员的勤务也愈来愈多。台南市会为了感谢辛苦的警察人员，3号上午，议长郭信良也特别来到新营的警察局表达感谢，同时送上慰问金。议长也针对最近有真侪分局长调动频繁来提出伊的看法。伊认为这是一种警察能量的扩大。警察都站在保护人民的第一线。那我们台南市呢，这治安的满意度呢，都是名列前茅，都第1名的。那今年特别有一点有意义的就是呢，取消了绩效的评比，将整个以往呢，将这个养案啦、起案啦、起案件到尾较伫当的春节因为加分数，所以较凸显到伊的绩效。这个问题呢，若甲取消掉了，我们办案就习之以常。平常我们就很认真的办案，就1年4季全年无休，都为了百姓的治安满意度治安的这个安全呢，在努力打拼。所以仅代表台南市议会来向警察局呢致上慰问金。那我们最近的警察局的人事的调动非常的频繁，那造成了地方呢包括分局长啦一个调动啦，都大幅度的让这个地方人心惶惶。那我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相信警方，警方绝对有能力，是力量的延伸，不是呢在搞一些的政治的斗争，都不是，都是力量的延伸，在安定市民，如何保障市民的安全，让大家能够度过一个好年。在此呢仅代表台南市议会，希望我们警察所有的同仁全体加油，这样台南市的治安呢勇往直前。也因为过年的脚步愈来愈接近，这段期间警方也伫交通、民众外出、护操等方面来加强。新任的警察局长方阳宁也呼吁民众要多加注意家己的安全。这一次的这个重点的工作，我们着重的还是在服务，取代以前的绩效评比，我们用服务的成绩来作为各分局的一个绩效的评比，希望借由这个提升服务的品质与效率，来让我们民众能够安心的过好年。在这边我也特别呼吁我们市民乡亲，虽然我们警察很用心用力的来保护各位的安全，但是我们还是要自我提升防护的能力，千万不要掉以轻心。出门在外，随身的财物要记得把它看好，然后接到陌生的电话，千万不要这个被诈骗，一定要跟我们警方来联络。遇到可疑、遇到不法的事情，要勇于举报，我们警方绝对有能力置宵小于这个没有办法运作的一个境地。希望借由大家警民的合作，共同把我们台南市的治安以及交通做好。今年的加强重要节日安全维护工作，对3号暗时的10点开始，一直到17号暗时的12点为止，为期15天。警方也将会扩大来执法，采用路人配合。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。